挺慢，田体超级田挺慢，慢都怪聪明。哦，你这个名字哈，越老越富哦。哦，调高有钱用就好了。真嘅，前段时间哎，我用了都快。哇，7块7块。你有看节目應該啲講佢媽媽會卡到嘅嗬。阿弟，還有講咩嘢哦？唔免問，跟到很多蓮霧將吹。乜嘅？练武，你没做算命哎？我还是莲雾农。你到底做什么的？你是不是很久沒有下廚了？啊，对，好久没有下。因為我看你戴着金手錶下廚，就不是很這件事情。你要不要真正講出你真正的身份是？我尝试有開加油站。石油大亨。我们哪一天是。不会在杜拜有一个村落吧？啊，对对对。哦那你还有兒子嗎？一个儿子结婚了，那第二個呢？还没有生出来。哦，生出来了，我改姓徐。我今年哦，该干啥？我猜应该不是几家大都会选。没是這樣子。开呀！對，好，你很开力了吧？太小力了，是不是？我得改下嘅時間冇用30秒。對，好，可以了，浪費浪費，浪費了。但係摸龍到未摸白龍。係冇用到盡嘅，2錢。温姐 ，Hello，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還有手就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我係明珠，我係鍾百強。今日你哋嚟到一個屏東嘅長治鄉哦。長治鄉，對係冇如冇攞一個誒。長治鄉呢，其實咩係已經係東校嘅素材。哦，我嚟講。你睇到邊呢？享用熱帶嘅素材呢，也到邊有當到好食嘅水果。香港呢，係出嚟到南部最主要嘅，就係甘肅也到邊人情味，因為呀咯，真的呀種人情味這種味道呢，跟北部的味道不一樣哦。你真的聽聽你去甘肅看呐。好，冇問題。今年嘅中部是有品相，未動入人情味哦。哎，真的哦，來分享到盧尊比盧師傅分享。大家好，我係盧準備盧師傅。盧師傅你好，他就非常正嘅嘢好姊妹，嚟到嘅邱玉涵邱師傅。嗨大家好，你好。今年了解吼，因為全係創始菜題嘅內邊哦，你就期待看到嘛？解嗎？薯條，薯條、薯豆，哦，薯條誒，誒，哇哦，創始係好哦。入口那樣，因為眼目的等一下困難困難，我有冇？我們許願一下。好，先嚟可以係提出掉你係嘛？該食材，來來來。該不會就是薯條哈？我會嚇到哦。真的嗎？我會覺得你很會算命哦。真的嗎？哦，好，等一下打開來看咯。沒有。沒有。誒，豬肉、風葱頭。葱頭同呢個用攞嘅哦。哦。對。我老姨講吼，今年我做嘅菜吼，其實都動嘅片動種哦，全做咧看到。不過蝦應該係最厲害嘅。對。今年我做嘅是係溫控肉。火控肉，今天應該製作單位有準備方飯吧？一定等一下，愛哦。不然要怎麼樣來品嘗呢？係啊。好啦，來分享到我一風水嘅吼，係感情當好嘅親戚，嚴重講老秋玲子分享。分享然後細叔老爺阿嫂。哎呦，對對。都這樣嘅關係對哦。咁我等一下好好紹介一下。好今年吼，咱順便做啲飯讓到，哎呦，安這樣嘅兩姊妹哦，吳秀香、老王玲姊妹。玩耶！好，吳秀香、老王玲姊妹。分享哎呦，真經動獎哦。真的，動獎有啦用心。好，嚴重講老兩個秋玲子，你用三樣妹感情好，叫我來參加。如何人本人無限，人家老公無限。都好當上我來參加。啊，全東方已做菜啦。係，他講要馬上不開塊面店。哎，然後開塊面，我可以讓我勞動喺度啲嘢文化出眾呀嘛，該。他們想到水管哈。糖果，你會什麼樣哦？哎，來看一下。哦，今年我算下。田挺慢，田體超級田挺慢慢都怪聰明。哦。啊，屁股又講，啊人又講，一定要搞到好老公。哦，你這個名字哈，
越老越富哦。哦，調腳要成用都好誒。真嘅，前就會吃眼用哎，我的。用得都快。哇，試看試看。呢條嘅裏邊當會算命。對，不過呢條係長期在地當會做客家菜嘅鬧音樂，介紹一下有乜嘅特色嘅秘訣嗎？如果我哋狀況中青島嘅乜嘅綠竹筍，綠竹哇筍，綠竹筍薯條有名嗎？薯條，哦，薯薯條條，嗰少年中散康人，散風罡哦，所以係可以啦。好哎呦，今日做啲附近交流一下吼，因為東英唔啲吼對該長期冇按熟悉啦吼。對不過今日比賽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啊！關到比賽咯。木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。兩嘴啲寒天嘅時間地度做出自天嘅菜色，雖然係雅木卡嘅卡上癮，也係雅木卡嘅明星好呢。比賽會由兩嘴嘅小隊長先開始，準備拿出雅木卡嘅好本得了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好，今天有教嗎？嘅你？日看節目感應是的，我們不是只有海菜片，對，鬼鬼鬼跳。這個遊戲做得嗎？做得啦，做得冇？做得。做得啊，做得啊！我先告別拜本款，用嚟了解大白眼呢。好，加油一下，耶！好，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，耶！哎，咩啊？用一點點啊，還有搞好，哈。來看前面哦。好，鬼鬼 Q。鬼鬼 Q，等一下，你剛才不是跟我一樣嗎？那輸了呀。對啊，他就說我會，你知道我會很順。剛剛就是翹腳是傳天的。對，Q 就穿起來。好，唔怕，姐姐，好沒關係我也不敢這樣轉了喲。剪頭石頭布啊！耶！好嘞，唔怕。正向兩邊移，謝謝。預備，你要先喊哦。鬼啊 Q，啊！你老幾強龍啊！謝謝。我正經係算命師，我算唔錯而嘅。家就講到三下來你嘞，我讀到幾個開你嘞，全部就按用考腳算錢就好。好啦謝謝讀到。因為我哋有輸咧，先調睇一分鐘，不過先衝我哋有開始。一邊開始比賽。第一下嗬，看到有做碗狂樣嗬，我先會做埋嘅東西咧，切葱咧，切葱嘅嗬，好，葱段，好，葱段，幾多葱？要幾葱？按葱，哦，硬葱哦，硬葱好。好，計時搶開始。你有看節目應該知講佢媽媽會徛到嘅嗬。愛啲，係啊。他們切乜嘅？有蒜頭，兩粒時候的呀。嘿，好，稍微剁切絲喎，冇剁喺面，太細啦。好，唔知剁喺面，好好，倒數了哦。八、七、喺呢度跳下倒數哦，等一下哦，看電視。三、二、一、時間到。按喊的嘛，懂喊哦。還差不多，簡單部分先做好咧。好，大家先休息一下，好，先休息一下，1分鐘過後再開始哈。我們先過去哦，慢開始啊哈。嘿，老師嗌落嚟，下呢你嘅豬肉係乜嘅豬肉咧？三成用。三層肉呵。好，剛剛我哋先來聽蘇州乜嘅，啊，還有不用磨嘅哦。唔免買跟那蓮霧醬菜，乜嘅？蓮霧，我這個做誒，用蓮霧做。你咪做算命嘅？我還是蓮霧農。哇，用蓮霧哦。這個種嘅哦，這個熟這嘅。太厲害了。哦，명片拿出來。兩片。哦，我也種蓮霧。神農獎。真的耶，都厲害，都厲害。真嘅好，不過應該時間差不多，快沒好，了。對不起哈，兩個先，要切重建嘛哈，我。好，第七可以。喺家做啲聊天，怕重建那邊落去補嘅嘛，對不對？多關心啊！哎，先薄先做得。補嘅嘛哈，係啊切重建，好，哦，大條命嘅哦。不過你用我哋上道吼，做啲撈嘅新鮮嘅蓮霧哦，那去做醬菜啊。對呀，好厲害哦。我高雄有開素食館。哦，你到底做什麼的？二、好，時間到。時間到。其實聽眾夠真經動厲害，因為啊漢音哦，這個醬缸文化也是很厲害的。嗯，好，來，上下來計時1分鐘，用啥做聽下做？啊，你應該會做吧？還係你會做調羹？馬上圈尾，馬個圈尾做。我是想說，它會不會是那個點調羹？哦，做得嘛哈。我喜歡做工啦。好，那就還是計時1分鐘哦。Q 下手，來。來。
这边有 SPA 哦。太快了，玫瑰好咩行咩咩行，嘿甜咩。你吃那么多，我们都要做料理耶。哎，你咋子听啊？好，哎，甜咩行诶，甜的，你试看，甜咩哦。会不会干呢？嗯，你切，还有莲雾难怪系大脆脆的。挑命诶。好好吃哦，梅呢？要蹦梅当蘸料哎，很脆哦。你今天要用到多少？我那边还有一瓶。不要给他，不要给他。朱玲记平常时有做嘛该投入嘛，该做家庭。在家庭。我发现南部的富人家，他都会做家庭主妇哎，很适合我。你是不是很久没有下厨了？啊，对，好久没有下。因为我看你带着金手表下厨，就不是很这件事情。你要不要真正讲出你真正的身份是？我尝试有开加油站。石油大亨。我们该不会是在杜拜有一个村落吧？那你还有儿子吗？一个儿子结婚了，那第二个嘞？还没有生出来。哦，生出来了，我改姓徐。你切，还有莲雾难怪系大脆脆的。挑命诶。好好吃哦，梅呢？要蹦梅当蘸料哎，很脆哦。你今天要用到多少？我那边还有一瓶。不要给他，不要给他。安尼做得留下来啦。我唐英讲吼，做该温控药吼，是会用3000药。哎，对配耶，有点配耶。 4、3、2、1，咱随做在开始。好，你的准备开始做。好，做继续做唔怕，冇样向。哦，没有拍完。向下走，向下走哦。好，阿叔，阿叔，我做乜嘅？阿叔，我会切香菜吗？我这样子哈。不用弄那么多，唔怕哦。哎，剩下来可是给明珠带回去。煲空肉家都会加酒，米酒，小型酒，绍兴酒。对。哎，你有吃带酒吗？莲雾酒。莲雾酒，对。该有酒嘛？你要会先标对不对？走，要先标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我放心了。好，等一下就好了。准备3000euros 啊。你看，你都看我都个中央哦。你帮人较感人哦，真的。也有智慧的冇弄嘿。哎，佢冇意思，你冇做，用啥做你向下做。我做呀。你上边过。김원재，你茶饮不上黑有做吗？条路冇呀都赶哦，紧做感人做些，有一点点就好了。不会有皮中肉嘅，唔怕辣。哎，对。中央肉肉嘞。我俺的妹妹来煮，因为我在那个关怀据点哈，一张热啦哈，你张热的热头啊哈，都有给乜个呀？寿星呐，俺们煮肉，边煮呀红菜，哎，来面线，来，哎。김원재都给到位，关怀据点当志工。那位关怀据点。而且是下面嘿，啊，你系个挑肉嘅地方。哦，挑油呀，椒吗？哦有，挑油椒，再炒一下，安家好。哇！这么快下？对呀，椒咧。我唐记咯，有几枚姐。因为肉到关怀社区哦，是像肉做两头菜哈，应该是胜券在握哦。没有啦。你那人煮呀红菜呀哈，冇不用水。酒喊去挑肉哦，按配肉。放盐巴。好，那我们过去哦。盐巴六味。要有。所以係傾熱咗啊。盖子。秋玲记平常时有做嘛该投入嘛，该做家庭。在家庭。我发现南部的富人家，他都会做家庭主妇哎，很适合我。我这个是像摸风冲条哦，呢啲係用船條啊。哦，我这个是用船条停的哦。今日嘅將嘅蓮霧嘅水杯面怎加？一將哦，我做鐵橋吼，安尼都有咩有熟嘅。我愛真緊感講伊動聰明哦，因為阮朋友哦，肉都已做係鹹的哦。我講伊不用該醬瓜那個，尤其係伊嘅蓮霧，本佢嘅鹹之外，含就甜。甜。好啦，等一下掌櫃讓你聊點哈。不要急哦。好，大家張都轉來哦。不要急哦。等下做得買個TV咧。可以焖了，可以焖烧了。不过我觉得这压出菜呢，一定要给我们参赛者好好讲一下，因为呢，客家的
文控肉，嘿，你西文西草地都当初也会一出菜。我要听听看两位姐姐，真给你平常时都够不卡煮爆控肉的时间用来做？煮呀红控肉啊吼，俺们冇加盐，对，冇加盐，加米酥，这两样我们是没加的。对，哎，都冇加。是噶。调油的糯米酒，啊还有糖，扁糖，对，扁糖。啊，都冇不用盐同米酥都没有，完全冇，完全没有。但像阿母开发会不用甘蔗，人家就会不用。甘蔗係門嘅太紅啊，哦，太紅肉嘅時候做木帶。哦，它的自然的甜。了解了解。其實控肉哦，係一步一樣。哦，天一傳很靠後生。沒錯，對，就是看所以我們到下一集的時候，你再把這一道拿出來給我們吃。那這一家就是在比看誰家裡的瓦斯桶比較大。差唔多嘅嗬，用從位落去就可以有差唔多嘅。係，要不給天天溫啊，係，大家不給溫一下，哈。等一下轉過來喲。好。要從一邊份多些會香啊。誒，要幫調油類點咧？係啊，因為調油邊份會香啊。哦，醬香味。好啊，胡椒一點點胡椒，一點點胡椒來。啊，好了，加點糖，加點糖，加點糖。哦，我都係不用變通啦，我都係不用2砂糖變糖也可以，紅。我自家不好做，阮控肉嘅時節，不用變湯。我媽媽講，它上面會亮晶晶的。好，你是不是很久沒有下廚了？啊，對，好久沒有下廚。因為我看你戴着金手錶下廚，就不是很一件事情。照起來，這應該會先拔下來。但其實你剛剛講多一點的事業，全部都是你的關係企業哦。哎呦，關係，你安排嘅挑。你要不要真正講出你真正的身份是？我嘗試有開加油站。加油站附近呢？是那個石油大亨。我們是在杜拜有一個村落吧？那你還有兒子嗎？一個兒子結婚了。那第二個呢？還沒有生出來。哦，生出來了，生出來了。我改姓徐。好，那你要邊門去叫誒？一般還是用天鍋給它燜啦，這個煮到一個可能要半個小時才會爛。啊，你要等半點鐘係冇？要半點鐘燜嚇。趕住就好好等下去咯。好。好，等你40分鐘。哇，打開來咧！哇！天哪，你看見一隻眼光啊，迄個時間，好棒哦！師兄姐，我都給創哦，你開始買就變咧。有不用，也係裡面最貴明白的嗆嘅啊！對，我香菜咪有啊。給等一下送去就可以。你好色啊！昨天那起來了。哎，這個沒有蹦翻不行。對。我試看，就我媽媽的梅頭嗎？有，純粹客家味。就我媽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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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梅頭呢？開啊！你前邊有食到間梅頭嗎？咩？我正經來講，因為我冇想過，因為你是要用調酒啦、米酒啦變通甜。對，冇想過簡單，味道可以這麼豐富。正經當好食，你哋會自家試看嗎？假使我炸個燜吼，還好油，會發生什麼事嗎？就是超過40分鐘。哇，有阿婆味道啊！阿婆，又好鹹哈。好，那就做來擺盤咯。2分鐘哦，2分鐘。好。你看個端悠悠嘅感覺哦。他真的在端耶。真的。我們先過去看看吧。好。好看嗎？好。哦，耳機聽我看哦。眼睛當炸的。哇。來，什麼香味？好棒哦。現在也可以畫龍點睛哦。點無料的變阿姨。鹹甜。啊，你就配一個這樣子。我先吃湯。啊，沒有盛稀飯給你自己喝哦，沒得吃啊。稀飯。你叫我明珠姐。這是太不合理了吧？會不會太姐？是迄個感覺啊！非常的沾得，而且呢，俺亞種鹹米啊，嘟後不一定要蹦翻。哦，剛剛好，最大強。不會窮鹹。不會窮鹹，我說真的。再來擺盤呢，昨天送的盤。擺盤哈。倒出來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
好，大家随就吃吃看呐，俩铁管地度哪部卡米西较好食嘞？好，俩个西文西草地度嘅第一经典就会文空肉、薄空肉，俩下呢先对牙付出的开始来吃吃看呐。哦，这个有莲雾酱瓜，还有呀，啊对对对，我莲雾们的酱瓜莲雾酱瓜，香虾蟹系嘛？哎，空下蟹嘿，嗯，好，谢谢哈。莲雾的酵素不用落去地主呀，跟肉很软哦，含面含肉哦。因为是ham，上面就直接改下讲诶。好，比较一下，好，男主也来吃吃看呐。你还会翻什么？睇到个先看，动好看哦，大家都是。锁定我的猪皮。再来一碗哦。好，还有香菜哦。睇到做嘅温控肉吼，动传统哦，这个皮吼，嘟嘟好吼。再吃一个。啊，你的肚子。海鲜了哈。好，你先讲，你先讲。来，刚才嘞，来等你。我实体咧。好，又难评了哈。量不卡，都可以吃咖不卡后面是都好食。来看一下卢师傅抢分数。恭喜！哇，咱最嘅都是分。第二师傅抢分数。是比热咯。来，卢师傅抢公平哈。其實佢啊，因後背講到嘅係重點啦，要温度眼啲控要嘅膠質出來，所以吃落一點硬硬有黏。後佢要講到佢重點係佢冇用水，他用米酒係温，正經當傳統嘅方式。你啲片其實咪東南片東好食，後啲老師佢加到啲種嘅蓮霧，哦下伊去。繞解嘅中藥嘅配啊，嘅解膩啊，哦，其實咪凍好食，但是政策度嚟講，春方式，哦，政策度呢度。哦，許師傅咧，有嘅有傳統嘅做法，有醬香嘅米絲有出來，有嘅米絲吼個甘甜，對，真嘅。那現在我們的飲食習慣有一點點變化，有嘅值得鼓勵，值得鼓勵。對，還有個蓮霧。他做在學到哎，做在做醬掛呢哦，真的，這個也是值得新的知識，真的，都當後生利用不卡呢，其實去料體呢，其實是來增我們的口福的，因為對，利用不卡補空又全部都當後生吼，兩下呢先休息一下，今日呢又來看一下邱師傅帶來嘛4個料理，來教大家咧，種蒲素滷菜。好，來同其他哦，邱師傅帶來的料理，今日要做乜嘅咧？卜脆芡肉冬，卜脆芡肉冬哦，就是梅干扣肉，再把它做成冻，就变上海菜喽。好，來看下先，哈，有鳳肉，哦，誒做好誒，啊給它切成丁狀，哦，卜脆，有嘅滷汁，還有乜嘅？豬皮凍，我以為是毛毛蟲。豬皮凍誒，哦，你要買個粉啊？哦，有嘅吉利梯，哦，做果凍嘅粉，好，啊，首先注水500，好，哦，你係會做乜嘅啊？用嘅250，還有四型奶，冇啦，所以加起來係750， 750，好。大家要先看一下，這個是冷水下去哦，可以讓水冒快火，對，有啊，又快火，冷水讓它慢慢的溫上去，是不是？黑個木膠會發溫用的咧，一粒，我一粒，哦，跟便利粉差要唔多，很快哦。上酒都有成嗰種好食嘅綠茶凍啊、咖啡凍，用入咧，哇哦，聽水下。cái hầm xôi cỏ nào họ hết chín liền mà có vụ à 係嗰部哦，哇！啲嘅頭尾同佢冰落去嘅係冇？嘿，個醬。那我們有放秋葵，因為它有膳食纖維，可以融合我們的肉凍的口味。哦。首先我們先放那個秋葵。好，現在開始創作。該火香味嗎？唔是咧，不是的哈。大家開始創作，用嘅冰記就用嚟天氣哦。吉利梯先崩一次嘞。一般呢，我們要先放。布袋啊。放涼。放涼。放涼，讓它有一層。好，冰箱放下去。有涼誒，這些食材放下去，那麼涼空下。這麼涼空下會定位啦。對。所以等下呢就中午分析。可以說用來擺就用來擺，你可以隨意的創作這樣子。他走在找該那個
彩虹恐龙啊，对最下面紫色、蓝色慢慢叠上去。对，我们就放在冷藏，让它结冻之后再加一层。以前。不过蚕豆豆被用冻种，是多久才会冻住啊20分钟。哦，算假啦。嘿，20分钟。哦，就安样一层一层比人安样慢慢的贴起来做一个果冻啊呢。系啊，可是安样一定冻久哦。系啊，不过近边俺有做好伊咧带过来哦。真紧现哦。成品。干用做好势都带不很用版嘞。我得改下的时间梦用30秒。对啦，可以了，浪费浪费。浪费了。但是冇弄到，没办法。我们的没用多少年，2000。我姐。就安样一层一层比人安样慢慢的贴起来做一个果冻啊呢。系啊，干用做好势都带不很用版嘞。哇，很漂亮哎，掉起来不太的可以看。冻成危险。还有天使的翅膀哦，安样最后势嘞。好，这门菜嘞，可是等下慢慢用的哦，因为我们是天然的。好，先来吃题目一下。好，来，今边的题目，料理前哈，也用用个生肉，泡过盐水，好处有点迄嘛个哦。就嘛个。杀菌消毒。B 嘞。 B 保持软嫩多汁，juicy安尼。真紧哦，料理以前老用现金都养水度哦，为什么呢？先猜拳。一模一样的哈。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停了哈。好来，剪刀石头布。啊！棒！我起点。超过 A 呀 B， 你要看清楚哦。生肉应该 A。很好听哦。生肉啊。我想讲，让盐水有消毒的功能吗？你几个可以听？可以听啊 B 啊。好。我们只能选 A。你喜欢选 B。对。好，好来，抢公布答案吗？该答案是 B。恭喜！1分。我是讲啊，唔过做嘛个嘞？因为那个浓度超高，5.5% 的盐水哈，它可以溶解牛底部的蛋白质哦，可以防止它那个预热收缩哦，那肉有盐水的渗透压的作用，可以提高它细胞间的含水量，防止那个肉类的老化，莫按咯，莫按色，没按色，错，这个要赶快吃哦。哎呦，你看记流汗的哦，看起来很好吃，它呢哈，好像有谁生日呢哈，哇哦，接下来，哇，你看应该猪皮，哦，还有牵丝呢，天哪，这个你们吃不完吧？你一块水饼啊，还水啊，怎么改颜色这么晶莹，汪汪，哦呦，好好看哦。为什么会有这个颜色？你那个奖，椰乳汁，你的秘密在这里。吃下没干净。香肉盖它的那个汤汁，错嘅。哦，所以是有调肉啊，糯米酒甜哦。就想吃的牛板，梅干菜的好吃哦。好吃哈。好吃。好吃。牛板好吃，老太形容一下。 QQ 啊 ，QQ 的哦，猪皮有食到吗？有。我感觉吼，都从我料理下个热天吼，真正冻好食了，真的太硬哦，到成个全冻好食。对，而且在那个果冻当中呢，所有的营养都到低度哎，而且呢又按排泄，还留规班上的本领啊！哇，真的要懂排泄啊！好买哦，用个脸糊吼，脸糊个种花地对，图。不用提案。那的研究开发很好。对，研究开发一下。对。好啦，唔怕家庭管理时间，大家一毕业咯。等下没食饱的吼，休息有拉的哈，等下10月来进行最杯迷管理比赛咯。爱黑太祖谱。
梁翠运用接力嘅方式，运用客家特色食材，完成总谱10天爱做嘅菜色。伫先前唔知會出乜嘅題目嘅情況底下，梁翠咁會因為太緊張嘅殺亂款款模，到底馬上真係真正嘅一家之主。而你誰來上菜了？題目已經看是的，這杯米一罐嚟都從此要到尾都大家嘅農場地度種乜嘅咧？就係也嘅感覺，其實你都品種也到尾嘅，因為也到尾係平庸體型，沙子嘅奶真嘅種出嚟感覺特別好食咯。不過今年吼，該感覺，我猜應該不是全家大都會選。沒，是這樣子。開對，好，太厲了吧？太小力了，是不是？太厲了，一個。我想講吼，應該不會又是熱帶水果手卷了吧？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平安啊，平安。係啊。我做乜嘅料理咧？做乜嘅？今日嘅烤大家來做了嘅泡菜乾炸雞。泡菜。哇，我喜歡吃甘蔗雞。哇。我另外做。以前哦，意思像誒蔥條糖度咧，甘蔗蝦是用泡的嘛，哦，我哋用乾炸泡菜乾炸雞之類，現在咧泡菜然後雞肉做一隻餡料，好做一隻餡料裹到我哋乾炸當過去，另外混粉、麵粉啊、蛋液啊，好麵包粉混好下去炸，便一炸嘅炸樣樣樣樣。先出題目啦，等一下還去問題吼，長來問。好，因為為考題這個吼，咪我哋看唔到咧乾炸開發。咁咪看唔到乾炸開發吼 ，A 係乾炸唔會開發，吼 B 係開發前吼，是不是愛你炸起來咧？好，先個猜拳，好來馬莎來猜拳，好啦喲，猜拳就選到咧，你違章。好，醫生佢這樣，好，剪刀石頭布，不一樣就選，我選 A 呀，選 B，應該是 B 才對啦。牌子要舉 B 哦， B 啊，這樣嚇到我們了。那就是說你選 A 啦，答案是係 B 啦，吼，因為你乾炸吼，開發佢嘅營養啊，會轉到個發當果啊，所以乾炸澱粉啊，吼水分，吼會減少，會讓香個口感啊，所以個後面吼。全部個開發前啊，是到乾炸先來炸起來咧。哦，但係韓式時節啦吼，嘅台糖嘅甘蔗會 Q 嘅咩？會開花，甘蔗會開花。佢可以，佢開花吼已經炒熟嘅，佢嘅餡嘛吼，會香，會講嘅，會講鮮。要莫好食啦，冇像安樣啦，都冇按特別用。多少件芒開花，甘蔗就先記下來食咧。哪裡頭沒用法？沒用法。哎呦，地下走金啊，走金地下金啊，地下金啊，唔咩？你篤篤都做得嫩的嘛？啊嗬，米下時節跟嫩節啦嗬，差唔多2-3節就可以種。插枝，插枝。對。哎呦，這個長知識了，要先給你加分了，很棒哎，很可惜，沒關係啊，等一下廚師幫你的時候，再讓傻逼數一下。對，算是沒有不呢。好，那你要特別有廚師天數嚟叫聲咩位時間，隨來進行比賽咯。剛才有唐真冇？大漠，來來，泡菜先都有嘛，對不對？肉漿嘛，對不對？好。計時槍開始，我也不用放那麼多啦，對不對？小哥透一下，係個光哦，小哥光的剃髮膜呀呢？對。豆豆悠悠哎，我有一個疑問，甘蔗泡過後會不會變更硬？因為我有在矯正牙齒，我的牙套會掉嗎？對。我覺得又有一個關鍵，我上一次就是輸在這裡，泡的時間啦，一開始先讓它熱油鍋。不用下氣過後溫度降下來，然後最尾咪將攞佢升高溫，這樣懂嗎？踢掉嘅，計到讀動態上喺度先來看機下，夾掉嘅哦。薄纖的多工進步咯，因為一開始會先切，要切分一段，短短的長出嚟剁。因為該下吼小向姐講吼，該肉。它的肉質很細，所以我們一定要好好油點哦。哎，錯啊，這樣子那個口感才可以融合在一起。差唔多嘞，差唔多嘞，做對嘞。嘿，按多冇？用啊。就係呢個用了。按多冇？哦，用呀用。好。後台針就到叫啊。用乜個叫啊？來。用乜個叫？用。好。玩天意嘅，馬上係天意嘅。啊？你做天意嘅好咧。好。
啊，调味，调味料，肯定标嘛调味料，胡椒，胡椒粉，白胡椒，拍嘅胡椒粉，還有嘛嘅？我刚才破吹有先炒过哎，哎呦，对，好凶它好用哦。两个检查就检查到米稀，还有火嘅功力咧。油会注意啊哈，火会注意啊。有哦，有你係水太嘅哦。调米嘛，啊，现在要火了吗？你哋鹹水乾冇全部表下去哦。冇，小會병係冇？你看你哋你自己辣時候咧，有辣。泰哥，你剛剛加係乜加啊？我而家加我鹽，我加一些糖，加一些胡椒。你要炸幾根啊？全部炸完嘛？不用吧？唔是，係佢嘅炸幾多？拿起來就鎖山嘛哈。你真做得佢，做得。意思講你要放。因為那小聲煙同火咧，熱狗安呢？英忠哥，你拿出你追老婆那時候的耐心來。我覺得你現在有點慌了。嘿，甜甜的，甜甜的，你也把它想成是你的太太的頭髮一樣。我老給他講，孫都講。按的有理好。對，講的。你用對比下，等一下個好飽。唔係，先半年得，先半年得。我先過去哦。甜甜來，甜甜來。感謝哦，這樣子好咧哦。台姐，你走了哦。可是哦，都醬啊。哎呦，你看，你都做嘅係棒棒糖哦。你看係棒棒糖，唔係熱狗哦。哎呀，哦。你看，我們有留一隻在外面。哎，很細心。你看呢個感覺，昨天特別下，哎呀，它好 Q。哦喲。哎呦！哎，我來改下你塊嘅細節吼，還有放什麼嗎？感覺顏色不太一樣。蟲哎，先生，我問你吼，你在設計裏頭採嘅細節咯，這個順序是一定得這樣子做嗎？你文份咧，你係啱你講嘅，嗰係過三關係基本嘅方式，因為先文走嘅文好一些，伊個蛋液濕嘅，將做得粘到個你嘅主食材當個，啊後尾將來文走嘅，係文走嘅。好，等一下差不多嘅反應了哦。 6、 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啦！幾枚節反應5幾條嘅。做6張應該差唔多咧。 6張是差不多的。8個吧8個好，8隻。8隻。8隻。我該那個厚度會不會有差？會有，對，做不了8個哦，不要包太多。所以通常我們都會先把肉餡等份。 對，所以就肉的等份每一個都會一樣。因為我哋有做8隻，所以你應該看哈，這個肉剩下來的會不會好？做得好，我們先過去。好，加油哦！哎呦，有個感giác爆紅了喲，這樣子會讓人家有神秘感。不要包哦。哎呦，爆魚肉之後哦，當場喺雅實地圖就賣那個麵包，做得比如馬鈴薯泥啊，就該做。哦，也夠好吃呢。係啊，熱量超高。哎呦，哎，你們很棒哎！你哋唔係用給它翻滾，它用撒上去。總章還是總章牌。總章啊，我就破好直接來切下去，切一半沒做的。好，我們這個時候要不要用廚師幫忙？現在起看問題。你會炸嗎？廚師幫忙。哎，對，哪呢？哦，那年，你那年，哦，講下，你講。請幫我。好，廚師沒有冇這樣係啊？廚開始。好，你係先試下個油嘅溫度哈，放掉麵包粉佢，讓佢做得咧，哦，睇到有辣咧，你實實落去放下去。哎呦，可是油沒有蓋過它呢。油好少，等下要注意一下，哦，唔怕，有板件炸未做得。 30秒過去的。哦，要注意哦，你等下咧鋪嘅時要注意一面哈，一定要緊邊，哦，邊本機鋪到要擦擦的做得哈。好多金黃色嗎？但這個油溫可以教我們一下嗎？油溫差不多你也是660，哦，等下你加水梅，哦，加到240，哦，你也是160，好。哦。水分好多，佢泡泡會好睇。等下差不多注意下，佢泡泡等下會變色咧。 如果水分蒸出來咧，是產到會熟嘅。秋玲姐牛糖什麼？7、哦，你把呢個等下加到240哈。3、2、1，時間到。河邊寫嘅時節，就推表嘅肉熟嘅，按用火會轉到240度，各位拿起來。還有它係什麼？
好，你没看我关系啊，马你开心就好。好了，你开心就好好，。那就绝对先够意了哟。哎呦，加油加油！哦！加油加油，爱兄弟。嗯，来吃看看吗？那个面粉撒一滴滴，如果有啵啵啵啵是好嘞。哦，现学现面卖，包粉哦，，面包粉，用什么？面包粉，面包粉。有一滴滴，一滴滴，只看只看看不足。哦，安尼对对哦，做传到对嘞。传到了，红豆嘞，然后本师傅会剖吗？好，哎，可是30秒剖得完吗？哦，就放下去了。放下去，就放下去差不多放下去。好好好，那你要不要先放？然后火力不要那么强吧？我觉得放也很重要诶。金梅姐，这个不用。那小香姐，你俩下会用的吗？还会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哦，这样摆好吗？哎，觉得很漂亮拍得真好。啊，莫我有空啊。往前。昨天别，昨天表都跟太阳花四射条。但很挤。我觉得放也很重要诶。好啊，你就吃，考因为一下太极啊。金梅姐，这个不用。那小香姐，你俩下会用的吗？还会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哦，等一下吼，好漂亮哦！我看看温度嘞，哎你们刚好讲160加下哎，莎莎啦，莎莎嘿。莎，哎，数诶，小心手。 186，我觉得他们给做一点的东江哎哎。呀，好像棒棒腿啊！哎呀，好像是棒棒腿，真的。哦，哎，还没要翻，要翻面这个嘿，俩下马个好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变的。哦，哦有奖啊，对对对会哦。变的嘞。看起来应该用30秒诶。是用的啦，哎，表现得很好哎。贵呢，对，贵专业感觉。我看外皮哈，劲风的时间，它里面就代表完全熟了嘛。还没。该会作油的，该会煮，现在还没本去做哎，下让你讲油。哦，卢师傅刚才就讲，该先本去泡到水尾的时间，本去水太个浮系吗？哎，逼出它的油。啊，卫生纸先准备哦。对，你俩看到俩的泡吼动态是在给钙尿的水分经照出来，是当到水是泡为动态，熟的时候去泡出来，经都已经熟嘞，哎，好得改下的时间莫用30秒。对，浪费可以了，浪费浪费，浪费了。但是我弄到没法度。弄个的，哎，没用多少钱，2000。关几多帮忙钱？3万啊，帮忙3万钱，3万钱啊，30秒。哎，像俩吐出来吼，就嘛个水尾个挑种，它就嘛个么？冇种哦。其实应该你意思是应该是原味，然后你放水啦。应该讲地板又爆一个干炸、破脆啊，你馅料没冻住了也怕把干涩的味道嘞。我想请问，现在它是不是到最后会老火准开嘛？蚕豆肉嘞，蚕豆一下，一下。蚕豆泡泡。对。哦，看它泡。好，那我们过去喽。好。南哥，注意啊，注意台波啊。收啦。这动好看哦。那老师这样子可不可以的颜色？为什么又蚕豆哎，可以抬的，可以抬。抬嘞，可以抬咩？可以洗。抬可以抬些，到全部撩起来当罐头啦。摸切好袂散的系么？你摸一定可以泡的用半year。好。啊，你买贵好那看啊。你发挥你的创意喽。好。那边还有巴西里可以摆盘。加油。OK。这样摆好吗？好，真好。啊，我有空啊。往前，也很漂亮。哎，昨天表都跟太阳花四射条。但很挤。哦，哎呦，很好笑。真的啦。来喽，倒数了，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大家随出来吃吃看哪里啊？管地度，哪一家张系你的太重谱嘞？好，动设计的啦，你啊管地度呢？正经喺国家，你看冇球用，听到就冇球用哎，而且没听错哦。走起来呢，实在有点挑战，而且呢，你看观众朋友一定会想过。都带感差跑高高 hill， 然后会下一毛。其实我也在想这个问题。好，吃吃看。感差咬会下去耶。会配吗？配好。要啊，导演呢？哦，跟我想象完全不一样。
甘蔗火锅过后，它是比上个时间还较红熬哎，够甜，够甜，加热后冬甜嘛呢。让我蛮惊艳的，那不然呢？那个面包粉呢，加上有猪肉加点铺出来，那种口感最白米的这个甘蔗，真的会让人家吃有惊喜的感觉。而且甘蔗背后最底就有一种解油腻。真的，真正讲好食呢。你这样满意吗？你口味呢？可以，满意吗？非常可以，可以是不是？好，等下问亚边蓝追了吃看呐。做这个棒棒腿，好用心哦。其实不是快的哦，拽的是。就这样那时候嘞。厉害耶！棒棒腿，很有造型哦。哦，冇恐龙哦。你了解外皮哦，很好切。我爱了解外皮哦，跟肉味很好剁。用猪口味全部都当熟切，看我们刚刚熬的时间，大家应该听到的声音都是呱呱呱呱，特别有个油温有把啊两组我觉得都炸得很好。甘蔗吼，还冇食过用泡的，对，很好食。太香哦！全台湾的观众朋友，自从这一集之后，甘蔗全部落去泡。第二关地图呢，可能观众朋友没听听，你好多两个新的菜色了，下一摆呢，吃到两个按好食的甘蔗的时间做在温做按用的料理方式。过段时间呢，像两位评审先到两个分数牌拿定后，第时间抢卢师傅抢本分数。恭喜！哇！六师傅抢分数。对都3分呢。好啦，来谈公平一下，大家较低啦。卢师傅老太太讲一下，总嘛该先人吹。葡菜冰的豆啦烧，所以你要炒过玉米，但是可能冰的好烧，冇食到个葡菜的味道。了后个葡菜冰的好多，可是了后有个葡菜个味道样嘅。邱师傅咧？也用的米是有几好，也个葡菜的香味够多，不过伊的造型够正。棒棒腿，对，真的。但是这个有切开来也是可以的，没做对啦，还没做对，熊肚啦，米是茶失败啊，哎，谢谢你啊。好，不过呢，条出出来，大家都替100做，都有完成行动枪的哦。好，不过比赛呢还係有一個成績啦。今日比賽結果呢，男吹得到3分，風吹得到1分。所以今日大挑名的是男吹得到加財金3000塊。恭喜！我見每隻眼放恭喜！好，我也代表2隻哦，一個係一個多功能的解凍的節能版，另外一個呢很快啊，大理石紋的炒鍋送給你的。謝謝。安過幾了？恭喜2天哦，做不阿說做出用啊。好的好。好。好啦，今日凍歡喜啦，有好多凍到凍死啦。我見每隻咧，你感覺參加的心底係乜計？好了，堂課啦，秋玲姐，今日發講最少、最背面嘅，講下要不要參加心得係乜嘅？老天司機前面的觀眾朋友講呀，很高興啊！會緊張嗎？會咯，會緊張，到現在還在緊張。現在不會了。那邊學很多東西啦，彌補我們自己很多不懂的地方啦，交一些朋友也不錯啦。對呀，我們認識你也很開心啊。謝謝啦。對啊。好，今日東歡喜睇下叫下來到你嘅節目來參加，最主要嘅呢，互相交流來好是厲害。對。所以哦，假使吼，你我哈係悠天的，假使你算命的，假使你當會主菜的，全做得來報名參加哦。冇錯，你依家自助等你出現，叫下來報名參加哦。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